你们就一直装作不认识我，是不是？知道我来自未来，知道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这一切根本不是我回到10年前那么简单，而是我们在一个逆向的时空里相遇彼此。我还会遇见更年轻的他，正如他遇见了一无所知的我。初见即诀别。当我写下这封信时，终于可以把藏在心里的一切都告诉你。你们不认识我吗？不认识。我们并非萍水相逢，而是你一直都出现在我的生命。那一日我反问了你，公子以为呢？其实是想知道，到底还有多久才能再见到你？大概缘起15年。原来还要10年。既然一切都无法改变，为什么还要开始这段因果呢？是啊，恐怕越是在乎他，越不应该与他相认。反正一切都是徒劳罢了。